来继续来看高雄三民区有一区的摊贩，总是导火烧起来。其中有一间的面店是一个香港人来开的。头家讲，伊为夜市的小摊车起家，做到单开一间的店面，一路是真艰难。即马互火烧了了，心真痛。想袂到事后，竟然有网友甲留一星负面的评论，原因是无营业，这是互伊拢硬气。厝都烧了了啊，是要搁安怎来做生意呢？ 三角汤的摊贩区拢导火，高雄大如大昌路昨这个大火，和在地美食的一级展区变成这个模样，趁钱的家私拢烧了了，未少店面无度开门做生意。其中这间算真有名的港式的面食店，嘛和这个大火去烧掉。财损是我看起来是还好，因为说实在就是琼姐有挡住大部分。 正宗的美食咖喱鱼卵、碎碎鸡翅，这款呢港式的餐点是真热人宵夜爱食的物件。不过呢，火烧厝了，业者随里面切广告，因为受到作用之灾暂停营业，想不到有网友呢留一粒星负评，原因是暂停营业无开店，有人留3粒星评价，业者呢回应讲已经火烧厝啊，要安怎做生意？这种心态我觉得蛮奇怪的。 因为其实他是受害者啊！我很心痛，我想哭啊！店面烧了了，业者真艰苦，有写文章讲起着为夜车开始做到开大店面的过程，包括店内装潢、餐点拢是为香港运来台湾的，真感叹，讲为零开始所付出的心血真无简单，发生这款代志只能去面对。 文章一日抛出来，不少网友伫加油，讲等这间店若搁开门，会搁去捧场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